我的骨頭因為做捷運工程受到加壓工法的影響，已經黑化壞死了。好，我們這個戲就是在講當年一群勞工朋友，他們得了潛水夫病這件事。爸爸，不要緊。他覺得憤憤不平，很多事情世道不該如此啊。因為我也沒學文啊嘛，所以我哪學文我變來做工。當你的健康的危機不是像莊萬清這麼危急的時候，你可能沒有辦法設身處地的去想這件事。加用比往前整條最嚴重啊！染毛對伊來講，佢難接受啦。也下事情錄上新聞，公司名聲受損，你同我拜託伊嘛該用。那我就我自己本身，我算是站在公司的立場，跟這些工人在協調嘛。那該賠償我們就賠償。那但是有一些是我不得不站在公司的立場去幫公司討這個公道啊。我不能說工人說要理賠我就理賠給他。內地眼公辦，槍械是要盡一人人負責。我們希望唔對，當初。我唔要針對你，我槍械替我自美方做出最符合公司利益，先切聽聽。這個戲也蠻妙的，到最後我還會跟工人敞開心裡說，我也是領人家薪水的，我也是站在公司的這個利益的角度，然後出發。實際上我進了隧道，加壓之後呢，我才知道那真的不好受，包括流鼻血啊等等啊。然後也體會到，就是說，社會要進步，痛苦不應該，加在你們工人階級上面，是應該我們來承擔。這個年紀收到了這個劇本，你就好像跟着以前這些工人朋友的人生進程，一點一點走，然後你就有一種。那個同理心跟共感，就慢慢的一點的累積起來。他的這個狀況不是他自己願意，是他在不知道任何的狀況威脅之下，走到這裡一回頭，這世界就已經長這樣。我覺得這個是讓我覺得最悲傷的一個點，